今天咱们来看一个为维吾尔社区重新诠释《古兰经》的项目。你看，一个叫《古兰经巴扬》的新项目，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他们认为，现有的解读方式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其实是个文化障碍。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经文评注讲的都是阿拉伯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这就造成了一种脱节感。维吾尔人得先去了解别人的文化，才能接触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古兰经巴彦项目，好多学者一起合作的。具体怎么做呢？先找出问题，然后修订文本，最后应用到当下的社会问题上。所以说，这事儿不光是翻译，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强化民族认同。用他们的话说，这就是要找回真正的维吾尔自我。他们也特意澄清，这不是要反阿拉伯，而是要亲维吾尔。他们还举了个例子，说先知当年统一各部落就是一种民族建设。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转变，他们想把重点从个人信仰转移到社会层面，也就是说，要用经文里的原则来解决今天社群里实实在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啊，经文里其实藏着很多答案，能解决各种复杂问题。他们的最终愿景是让信仰和民族文化能够互相成就，紧密结合。这句话可以说点明了核心，每个民族都该有自己的认同和精神。所以这个项目留下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古老的原则真能塑造出现代的身份认同吗？最近呢，有一群维吾尔侨民发起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项目。他们想干嘛呢？他们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解读《古兰经》，让这部古老的经典能真正回应咱们现代社会的一些需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叫巴扬的项目。顺便说一下，巴扬这个词意思就是阐释或者说明。你看这名字起的就挺直接的，对吧？你看这句话说的真的挺狠的，也特别到位。他一下子就点出了这个项目的核心动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大家用的这些解读方法啊，可能根本就不适合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独特环境了。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也是这个项目想要探索的。你说一部经典的文本能不能为了一个特定社群的特殊需求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呢？这会带来什么？而这个古兰经巴扬项目说白了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好，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项目发起人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们管这个叫借来的视角。意思就是现在市面上主流的那些对古兰经的诠释啊，压根儿就没能真正服务于维吾尔人当下的实际需求。他们具体怎么说呢？他们认为啊，现在咱们看到的大多数古兰经的翻译和评注，其实都是透过一层滤镜的。什么滤镜呢？就是阿拉伯的文化和历史视角。你想想啊，这些解读本来是为了解决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呢，当你要把它硬生生的套用到当代维吾尔人面临的那些完全不同的挑战上时，那感觉就有点格格不入了。这么一对比，大家可能就更清楚了。你看，一边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视角，它处理的是阿拉伯历史上和社会上的一些特定问题，但另一边呢，是维吾尔人现在所处的语境，他们面对的是非常独特的政治压力，急需的是能解决当下问题的特别切合实际的方案，这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呢，古兰经巴扬这个项目就出现了。他们的核心使命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也非常明确，我们不是要改经文，绝对不是，我们要做的是改变经文的应用方式。这里有个特别关键的词叫 tabik， 翻译过来就是应用。他们反反复复地强调一点，神圣的文本本身一个字都不会动，这绝对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但是文本在现实生活里到底怎么用，这个实际应用必须得跟它所服务的这个社会、这个环境紧密结合才行。那好，这种新的应用具体要用在哪些地方呢？他们圈定了4个最关键的领域：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还有民族认同。你看，这每一个可以说都是现在维吾尔社群最关心也最需要指导的现实问题。而且啊，为了保证这个事儿能做好，避免出现个人偏见，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这次项目的一个不同之处，
以前呢，很多翻译都是某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对吧？但这次他们搞的是集体合作，就是希望把大家的智慧都汇集到一起，最后得出的这个诠释能更全面、更靠谱，也更能代表整个社群的声音。好，说了这么多，这个听起来挺宏大的构想，具体要怎么落地呢？别急，他们已经规划好了一整套新课程，这就是他们的路线图。咱们一块来看看这里面都有哪些关键步骤。你看这个课程规划，它的逻辑其实挺清晰的。首先第一步，先打好基础，从历史入手，分析各种信仰和意识形态都是怎么来的。然后第二步，咱们深入文本，去找到《古兰经》里面那些能把全人类团结起来的核心原则。接着第三步，学以致用，研究像摩西这样的历史人物，看看他们是怎么在危机中领导一个民族的，从他们身上学点经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第四步，就是把前面学到的所有原则都应用到现实里，去构想怎么建立一个现代公正的社会。你看，这不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路径吗？所以说前面所有这些步骤，其实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更宏大也更根本的目标。那是什么呢？就是塑造一个全新的民族认同。他们希望把信仰变成一种工具，一种力量，来推动整个民族的复兴。听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么强调自己的独特性，这是不是要在不同的穆斯林社群之间制造分裂啊？你别说，这问题问的还挺尖锐的。当然，项目发起人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们也对此做出了非常直接的回应，就是为了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的回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用了一个很强的类比。他们说，先知帮助阿拉伯人成为阿拉伯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帮助维吾尔人成为维吾尔人。所以你看，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鼓吹分离，这恰恰是在培养一种真正植根于自己文化、一种独特而且强大的身份认同。所以他们一再的澄清和强调，这个项目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跟任何团体去对立、去为敌。他们的重点是向内的，是向内扎根，是为了滋养和强化自己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根基。那么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这个项目最核心也是最引人深思的一个问题上。一部古老的经文，它真的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蓝图吗？这个问题，古兰经8阳项目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尝试回答。而这个答案，不管最终是什么，可能都会对未来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以说相当有雄心的项目，就是一个旨在为维吾尔人，也就是维古，创建一个全新的古兰经翻译和解读的计划。对，这个项目的目标确实不小。是，我们的信息来源是一段视频，里面项目的负责人解释得非常详尽，讲了他们的动机和目标。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和你一起来探究一下，为什么这个团队会觉得一部新的翻译不光是必要，甚至可以说是紧迫的。没错。他们到底希望达成什么？说白了，他们不只是想做一次语言上的翻译，就是从阿拉伯语翻成维吾尔语。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他们是想从根本上去改变维吾尔人理解和运用这部经典的方式。这个背后牵涉到的是非常深的文化和思想层面的考量。好，那我们就从最核心的问题开始吧。为什么要这么做？视频里负责人直接就点出了一个他们认为的根本问题，就是现有的翻译和解读都太以阿拉伯为中心了。对，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抽象啊。对于一个普通的维吾尔读者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说白了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水土不服？对，你想想看一部经典的注释和解读里面所有的例子、所有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全都源自1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半岛。那一个生活在21世纪中亚地区的维吾尔人去读它的时候，可能他在信仰层面能有共鸣，但是一到生活实践层面，就会感觉有巨大的隔阂。我明白了。而且视频里提到了一个特别具体的后果，就是说，就连维吾尔自己的宗教学者在发布宗教裁决，也就是法托瓦的时候，他脑子里调用的那个知识框架和方向，也常是为阿拉伯社会设计的。
而不是维吾尔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用解决沙漠部落争端的逻辑来处理绿洲城市里的商业纠纷。就是这个意思。这当然是错位的。而且视频里似乎还提到了一个更深层的影响，就是说这导致维吾尔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后，很长时间里那个关注点有点偏了。关注点偏了。是的，出现了偏差。他们主要把宗教理解成一种个人的精神层面的修行。就是怎么祈祷、怎么斋戒这些。对，怎么崇拜真主。人们更容易去惊叹经文里描述的那些神迹和力量，把它当成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但问题是，项目发起人认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古兰经》里面关于怎么组织社会、发展经济、建立政治体系，甚至是追求科学知识的那些指导原则。这听起来就好像是拿到了一本内容丰富的百科书，结果只读了里面关于诗歌和神话的章节。没错，把物理学、经济学、政治学那几部分全给跳过去了。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他们就认为这种偏差导致宗教没能在推动现实社会发展上发挥它本该有的作用，反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安于现状，就等着奇迹发生。这正是他们想要改变的。所以如果说老路子走不通，那他们提出的新方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最好奇的一点是，他们要怎么在不改变经文本身一字一句的情况下，去解决这个应用层面的问题。这听起来就有点像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对，这也是他们反复在强调的一点。神圣的文本原文是绝对不能变的，一个字儿都不能动，一个字不许动。他们要改变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应用方式。核心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能够直接回应维吾尔社会在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各种具体问题的这么一个解读版本。也就是说，这几乎是把一部神圣的经典变成了一本可以指导实践的行动手册。对，这个想法听起来非常激进。是，行动手册这个比喻很到位，但我觉得项目方可能会说，这不叫激进，这叫回归。回归？对，他们认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古兰经》本身就是一本行动手册。它指导着一个新生的社群怎么处理从贸易、战争到家庭伦理的方方面面。我明白了，他们想做的其实是恢复这种实践性，让维吾尔人也能拿着这本手册去解决自己今天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发展停滞了怎么办？社会凝聚力下降了怎么办？原来如此。而且视频里还提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这个本身也很有意思。他们不是找一个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自己一个人干，不是，而是组建了一个团队。没错，这是一个关键的创新。这个团队里既有精通经文的宗教学者，也有语言造诣很高的文学专家。学者加文人。对，这和过去那种个人英雄式的翻译工作完全不一样。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者来保证宗教解读的准确性和深刻性。然后文学专家负责把这些深刻的思想用最优美、最流畅、最能打动人心的现代维吾尔语给表达出来。他们追求的是神学准确度和文学感染力的结合。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本身就说明了他们追求的深度和广度，这就很自然地引向了一个更深的话题——民族身份认同。我注意到视频里有一个观点是贯穿始终的。是什么？就是宗教应该是增强民族身份的力量，而不是取代它。这可以说是他们整个项目的思想基石。他们非常警惕一种倾向，就是维吾尔人因为信仰了伊斯兰教，就在文化上、身份认同上慢慢的被阿拉伯化了。变成二等阿拉伯人。对，他们就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每个民族都应该在普世的信仰框架下面保持并且发展自己独特的民族品格和精神气质。信仰应该是让维吾尔人成为更好的维吾尔人，而不是让他们变成别人。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在视频里用了一个可以说非常大胆但也很有说服力的类比。是的，就是把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定义为一位建国者。没错，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论述。他们分析说，我们不能只把先知看作一个纯粹的宗教人物，他更是个政治家，他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
他做的事情是把当时一盘散沙、互相打来打去的阿拉伯各个部落凝聚在了阿拉伯民族这面旗帜下，给了他们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最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么一说，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了。如果说先知当年的使命是号召阿拉伯人团结起来，成为真正的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他们从中得到的启发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号召维吾尔人成为真正的维吾尔人，巩固我们自己的民族身份。正是如此，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身份回归。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点，他们也在视频里特别做出了澄清。对，因为这种说法很容易被误解，是很容易被解读为是在制造分裂，或者说是在挑战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教里的中心地位。对，所以项目的负责人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制造与阿拉伯人或者其他穆斯林群体的对立，这纯粹是一种向内的文化建设层面的自我探索。视频里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们说我们唯一的敌人是侵占我们家园的人。这个定位非常精准，他把矛头指向了具体的压迫者，而不是任何一个文化或者宗教群体，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内部矛盾。这个澄清确实很重要。好，那我们聊聊具体的执行层面吧。这么宏大的一个思想工程，他们打算怎么一步步实现呢？听起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肯定不是。视频里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路线图。是，这个路线图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深思熟虑。他们不是一上来就直接解读经文的。对，他们第一步就很有意思，不是直接讲古兰经，而是从世界宗教史和人类信仰的演变开始。这看起来有点绕啊，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步棋走得特别高明。你看，他等于说是在潜意识里先为听众建立了一个特别宏大的框架。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现象，伊斯兰教是集中光辉的一支，但不是唯一的一支。我明白了，这是在为他们后续的本地化解读铺路。就是这个意思。通过把古兰经放到一个更广阔的人类历史背景下，他们就更容易论证。你看，正如其他文明会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信仰表达方式一样，我们维吾尔人这样做也是自然且正当的。这在策略上提前就化解了那种你们是不是在篡改神圣文本的潜在之责。原来如此，这是在打地基。那打完这个地基之后呢？他们聚焦到了古兰经里面先知们的故事，比如摩西，也就是摩撒的故事。但他们也强调，重点不是考证历史。对，他们不关心这些故事是否是100%符合历史考古的发现。那他们关心什么？他们关心的是这些故事能为当下的维吾尔人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和行动指南。视频里举了摩西的例子，他们会从中提炼出关于领导力的课程。一个领袖在民族为王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品质，怎么团结人心，怎么对抗强权。还有关于民族解放的经验，一个被奴役的民族怎么通过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斗争，最终走向自由。他们想把这些古老的故事变成现代人可以学习和应用的案例分析，把神圣叙事变成战略教材，可以这么理解。这确实是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从普世的宗教史到具体的民族解放叙事，这个逻辑链条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他们要做一个更具神学深度的分析。是的，就是对比麦加时期和麦地那时期降世的经文。对于了解伊斯兰历史的人来说，这个区分至关重要。非常重要。它揭示了古兰经的启示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的麦加时期，穆斯林是少数派，备受打压，所以当时的经文更多是关于核心信仰的建立，个人德行的修炼，在逆境里怎么坚韧等等，是为个人和受压迫的小团体打造精神铠甲的阶段。说得好，就是精神铠甲。而到了后期的麦地那时期，情况完全变了。对，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社群，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雏形。
这时候项社的经文就开始涉及大量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经济原则和国家治理的方略。所以，通过系统的对这两个时期，他们实际上是在向维吾尔社会展示一个完整的发展蓝图。如何从一个只有精神信仰的受压迫群体，一步步发展成一个拥有完整社会治理体系的、能够自立自强的民族。完全正确。这个路线图从宏观历史背景到具体行动案例，再到系统的治理蓝图，一环扣一环。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所有这些从《古兰经》里提炼出来的原则，系统性的应用到解决当代维吾尔社会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逻辑闭环。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远不只是一个书籍翻译项目，它更像是一个旨在推动文化自觉和思想复兴的社会工程，对，与发展的挑战，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去巩固甚至重塑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确实提出了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一部被视为普世真理的古老经典，怎么在21世纪被一个特定的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头进行重新解读，来回应他所面临的独特挑战？这不仅仅是维吾尔人的问题，也是很多拥有古老文明和信仰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下都在努力解答的课题。没错，今天的讨论其实就是把一部具有普世性的经典应用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定的民族背景之中。这就真的会让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多少文化和社群正在进行着类似的项目，用自己独特的本地视角去重新诠释那些被认为是普世的文本、思想或者理论。而这种本土化的再创造，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信仰与在地身份之间那种复杂、紧张而又充满活力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份很有分量的项目大纲，它旨在为维吾尔社区量身打造一部全新的《古兰经》解读，用来直接回应他们当下的一些独特挑战。对，这个项目确实雄心勃勃。我感觉我们今天要聊的不只是一份文稿，而是就是说怎么把一个重要的学术构想真正变成一场能触动人心的社会运动。说得好，从学术构想到社会运动，那要实现这个转化，第一步肯定就是怎么和你的核心受众建立最直接、最深刻的连接。没错，在这点上，我注意到这份大纲的开篇结构可能会在无意中跟听众之间建起一堵墙。我完全有同感。他的计划是从一个非常宏大的全球宗教史和人类信仰起源开始讲。对，这个东西在学术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能看出来作者学养非常深厚。但我们得想象一下听众的真实状态是什么，他们可能正处在困境里，内心很焦虑，就是迫切的想找到能指导当下的答案。是，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就像一个快渴死的人找你要水喝，结果你先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水分子的化学课。哈哈，对，就是这个感觉。知识本身没错，但时机和方式完全不对。在他们听到自己最关心的内容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因为这种迂回和遥远的开场失去耐心了。太形象了。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开篇没有精准的回应听众心里那个最急迫的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听这个。对，所以改进的关键可能在于要彻底颠覆这个叙事的起点。我们不应该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而是要从时此此刻此地开始。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把整个项目的起点从一个宏大的学术铺垫，转变成一个直接切入维吾尔人社区痛点的解决方案。对，从第一秒钟就告诉他们，这个项目就是为你们量身定做的。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比如说把开篇的系列直接就命名为为何过往的解读未能解除我们当下的困境。哦，这个很有冲击力。或者更大胆一点，一部为维吾尔现实而生的《古兰经》。你看，这种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张力，它直接提出问题，也给出了承诺。它不是在讲一个遥远的历史，而是在呼应当下的呐喊。我非常喜欢这个调整，
他立刻就让整个项目充满了在场感。那问题来了，那些关于全球宗教史的宏大背景知识就没用了吗？当然不是，那些东西非常宝贵，但他们的角色要变。他们不应该是开场白，而应该是在后面的内容里，为了支撑某个具体论点的时候被召唤出来的强力证据。我明白了。比如说，讨论某个概念的时候，你可以说，你看，这个问题不止我们遇到，在几千年的人类信仰史里，别的族群也这样探索过。这样一来，宏大的历史叙事就从一个障碍变成了一个服务核心目标的有力工具了。这个思路太棒了。所以调整开篇是为了立刻抓住人心，但抓住人心之后，整个内容的骨架也得足够硬才行。对，这又引出了我们想聊的第二个，也是更核心的一个方面。我感觉目前的内容模块之间好像缺了一根统一的、强有力的龙骨。龙骨这个词用的特别准。我通读大纲的时候看到了很多闪亮的珍珠，比如对先知故事的分析、麦加篇章和麦地那篇章的对比，还有领导力品质的探讨。每一部分单看都很有价值。对，但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珍珠是散落在各处的，没有被一根真正强有力的主线给串联起来。没错，它更像一系列高水平的独立的学术讲座合集，而不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完整思想体系。是这样。比方说，大纲里提了摩西的故事，也提了当代维吾尔领导力面临的挑战。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作为读者能猜到，但它没有被明确地设为整个结构的驱动力。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听众可能在不同主题之间跳来跳去，每一集都觉得有收获，但全部听完，脑子里留下的可能是一些零散的知识点，而不是一个清晰、深刻、能改变他们思维框架的整体认知。对，那种类己递进的力量感就被削弱了。那要怎么构建这个龙骨呢？我觉得关键是得围绕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中心论题来重塑整个项目框架，让所有的章节，不管主题是什么，都从不同的侧面来服务于证明这个核心论题。让他们不再是孤立的知识点。没错，而是共同构建一个宏伟思想殿堂的砖石。这个听起来很有力量。你能不能给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中心论题大概会是什么样？当然，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比如把核心论题设定为《孤兰经》并非只是一部个人修养指南，它更是一套为民族的生存与复兴提供的独特蓝图。哇！然后继续说，本项目在此首次将这套蓝图精准地应用于21世纪维吾尔民族的现实挑战。这个论题一提出，整个项目的格局和分量马上就不一样了。它不再是简单的解读，而是应用一套蓝图。正是如此，一旦有了这个蓝图作为核心框架，我们再回头看那些零散的珍珠，就会发现它们都有了全新的位置和意义。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比如对摩西故事的解读，就不只是回顾历史，而是变成了压迫环境下如何凝聚共识、锻炼领导力的案例研究。那对麦加篇章和麦地那篇章的分析，也就不再是单纯的文本对比，而是可以被重塑为一个社群如何从受压迫的少数发展到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转型策略研究。完全正确。每一个模块都紧紧扣住生存与复兴的蓝图这个主题。对，这样一来，所有内容都指向同一个靶心。听众每听一集，都是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这个核心论题的理解。等整个系列结束，他们得到的会是一个坚实完整，而且极具行动指导意义的思想体系。这股力量确实远非一系列独立的讲座能比，这真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能直击人心的开篇和一个能支撑起整个思想体系的强大内核，但还有个同样重要的维度，就是整个项目传递出的感觉，也就是它的整体基调。是的，这一点非常微妙，但往往决定了一个项目最终是团结人，还是在无意中制造了隔阂。怎么说？我注意到大纲在论证项目必要性的时候，经常会通过指出过往解读的局限性，比如批评某些解读里的阿拉伯中心主义，或者个别翻译的缺陷。从逻辑上讲，这完全成立。指出市场空白或者现有方案的不足，是证明自己价值的常规做法。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风险？风险就在于
度的把握。如果过多的反复的强调别人哪里错了，整个项目的基调就可能会显得有点防御性，甚至带有一丝怨气。我理解，这可能会无意中疏远一部分听众，比如那些虽然认同项目方向，但对传统依然怀有敬意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批判的姿态太尖锐了。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项目本身那种开创性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可能会被这种纠错的基调给掩盖了。没错，人们总是更容易被一个美好的愿景所激励，而不是被对他人的批评所说服。一个项目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传递出的情感能量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情感能量这个词汇太好了。所以我们建议的调整是，将整个叙事的重心从修正过去巧妙地转向开创未来。把这个项目定位为一个充满前瞻性的开创性的事业，强调它独特的价值创造，而不是它对过往缺陷的弥补。这并不是要回避问题，而是用一种更积极、更有感召力的方式来呈现。那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上，该怎么实现这种转变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辞调整来感受一下。比如不说那些以阿拉伯为中心的翻译是错的，因为他们只服务于阿拉伯社会。是，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否定和对立色彩，听起来火药味很浓。对，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正如《古兰经》最初是为了回应7世纪阿拉伯社会的具体挑战一样，我们今天的事业正是在解锁其永恒的智慧原则，以回应21世纪维吾尔社会所面临的独特挑战。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后一种说法，它首先承认了原始背景的历史价值和合理性，表达的是一种尊重。是的。然后他在这个尊重的基础上，为我们自己的解读开辟出了一个必要的、全新的，而且同样具有合理性的空间。他传递的信息是继承与超越，而不是否定与对立。完全正确。这种表述方式能让听众感觉到，我们不是在摧毁什么，而是在建设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这更能吸引那些心态开放的、愿意看到积极改变的同路人。对，在整个项目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强调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不是反复说他们过去错在了哪里。这种充满希望和建设性的基调，才能真正激发人们内心深处最持久的热情。讲得太透彻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探讨的3个核心要点，它们其实是层层递进的。好，首先我们讨论了如何调整开篇，要像一把钥匙一样，直接插入听众最关切的现实问题，瞬间打开他们的心门。是的，这是建立连接的第一步。然后第二点，一旦听众走进了这扇门，我们需要用一更强有力的龙骨，也就是一个统一的核心论题，比如《古兰经》作为民族复兴的蓝图，来贯穿所有内容。对，把零散的知识点构建成一个坚固而宏伟的思想殿堂。没错。最后第3点，在整个叙事中，我们要调整项目的基调，将重心从批判过去转向开创未来，用一种更积极、更充满希望的语言来展现这个项目的开创性愿景和正向力量。总结得非常到位。这3个步骤，直击痛点的开篇，统一有力的内容，还有积极建设的基调，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将这份优秀的大纲真正升华了一场能够深刻影响社区未来的文化运动。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潜力和深远意义的项目，我们由衷心地感到兴奋，也非常期待看到您在融入这些思考之后更新的版本。我们时时乐意为您提供后续的探讨。欢迎来到思想的交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源于一份资料，内容是关于一个为维吾尔社群翻译和诠释《古兰经》的新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说很有雄心，它不只是想做语言上的翻译，更希望把经文和当代维吾尔社会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给联系起来。这立刻就抛出了一个核心的交锋点。当神圣的经文为了与特定社群的现实共鸣而被进行一种在地化的重新诠释时，这究竟是一种必要的演进，能让信仰重新焕发活力，还是说这可能会损害经文本身超越时空的普世信息？在我看来，这种以社群为中心的诠释正是让信仰活在当下的关键一步。
而我担心的恰恰是这一点。这种做法会不会让神圣的经文，说白了，最终变成了为某个特定的，甚至是世俗的议程服务的工具？这其中潜在的风险，我们必须得看清楚。这个项目，我之所以看好它，主要是因为它敢于直面一个我们其实讨论了几十年的问题：如何让我们的信仰真正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活起来，而不是总感觉在转述别人的故事。资料里说得很明白，过去那些对《古兰经》的翻译和理解，很大程度上都带着浓厚的阿拉伯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些由个人完成的翻译，在今天看来已经很难回应我们社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遇到的新挑战了。所以，我们需要一部能直接对话我们现实的作品。这里必须澄清一点，目标不是要改变经文的神圣原文，而是要改变它的应用，也就是资料里提到的 tatbiq 的语境。你提到了 tatbiq 这个词，也就是应用，能不能具体说说，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诠释有什么关键区别？就是说，经文的神圣原文不变，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使用说明书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重新编写，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对，核心思想就是这样，原文是神圣不变的，但如何将它的原则应用到我们的法律、社会、家庭生活中，这本就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嘛。这个项目最让我兴奋的一点就是，它采取了集体合作的方式，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包括文学家，来确保最终的作品既严谨精确，又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不仅仅是翻译，更是在《古兰经》的普世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非阿拉伯化的文化认同。这是思想和精神上断奶的必要一步。你描绘的这个蓝图听起来很理想，通过信仰来构建独特的文化认同，但恰恰是这个构建认同的目标，是我最担心的地方。任何翻译都包含诠释，这一点，我们都同意。可当一个翻译项目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以解决维吾尔问题、构建民族认同为首要任务时，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将神圣文本工具化的风险。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信仰在塑造这个项目，还是这个项目在反过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定义信仰？这很可能会导致一种各取所需式的解读，有意识地去放大那些符合民族议程的经文，同时选择性地忽略或淡化那些同样重要但看似与当前议题无关的普世教导。长此以往，这不仅会割裂我们和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更危险的是，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把一种深刻的信仰变成了一种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化这个词儿听起来很严重，但我们换个角度看，信仰如果不被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凝聚社群、指引方向，那它不就成了一个束之高阁的空洞摆设吗？难道所有应用都必然是负面的工具化吗？界限到底在哪里？我认为普适性与特殊性并非水火不容，正好相反，正因为古兰经的讯息是普世的，它的应用才必须是具体的，与在地情景相关的。就像早期的经文诠释，它必然要解决当时阿拉伯社会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本质上是一回事。资料里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先例，穆罕默德先知统一了阿拉伯各部落，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不就清楚地表明，将信仰原则用于一个特定民族的构建和发展是有根据的吗？我们的目标正是如此，用普世原则来凝聚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等下，你用先知统一阿拉伯各部落来做先例，但这真的能和我们今天讨论的在现代框架下的民族构建项目相提并论吗？当时的部落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民族，无论是在政治结构、社会形态，还是身份认同上，恐怕都有天壤之别吧。把这两者直接类比，这个跨度是不是太大了？在我看来，这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核心。为了给当下的项目寻找合法性，我们可能会去简化，甚至是有意的去再塑造历史。我不认为这是简化，我强调的是那个核心原则没有变。信仰是社群构建的基石。先知面对的是部落林立的社会，他用信仰将他们凝聚成一个乌玛，一个社群共同体。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身份条件，我们同样需要用信仰来巩固我们的根基。形式变了，但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这正是普适性在特殊情境下的最佳体现。但这种类比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选择性。
先知的使命首先是面向全人类传播神圣讯息，建立一个超越血缘和部落的信仰共同体，而统一阿拉伯只是这个宏大使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对吧？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果抽出来，当成我们自己民族项目的样板，这本身就是一种功能性的、有所取舍的解读。它忽略了先知使命中更重要的普适性，比如对全人类的关怀、超越族裔界限的教诲。过度专注于解决维吾尔问题，会不会让我们在解读时戴上了一副有色境界，只看得到那些能服务于我们当前困境的段落？这正是我担心的，应用与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再塑造，这个界限非常模糊。我理解你的谨慎，但这并不是激进的创新，更不是割裂传统。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延续传统的精神，并用一种更负责任的方式去完善它。资料里也提到，过去的翻译大多是个人行为，水平参差不齐，难免有疏漏和偏颇。现在呢，我们采用集体合作，还邀请文学专家参与，就是为了让译文在语言上更优美流畅，在内容上更准确无误。这本质上是对过去学术工作的修正和升级，是一种负责任的学术进步。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希望看得更远，做得更精细。把过去几个世纪的学术成果简单的归位个人行为，以阿拉伯为中心而加以疏远，说实话，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些传统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们也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内部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防治过度解读和异端思想的制衡机制。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旧，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错了，然后轻易地推倒重来。更关键的一点是，项目发起人自己也承认，过去的学者是无知不觉地受到了阿拉伯社会的影响。这个无知不觉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今天新一代的翻译者们就不会同样无知不觉地受到他们自身所处的当下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呢？因为我们有清醒的自觉，我们明确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服务我们社群的现实需求，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无意识的漂移。这和过去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但这种自觉会不会反而更危险？过去的学者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框架内不知觉地延续某种文化视角，而现在这个项目本身就诞生于一股强大的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思潮之中。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过去的学者受到了阿拉伯中心主义的影响，但现在我们怎么能保证新的译者们不是在用一种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去取代一个旧的偏见呢？这听起来不像是进步，更像是换了个笼子。这就回到诠释的最终目的上了。在我看来，精神指引与民族复兴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如果一种精神指引完全脱离了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挣扎，那它就是空洞无力的，无法真正触动人心，也无法给人力量。资料里说得很清楚，项目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维吾尔民族通过正确理解信仰来获得力量，从而解决自身面临的困境，重塑真正的维吾尔民族身份，也就是原文里提到的 Hakiki bir Uyguru Milleti Miska。 这是一种内在的自下而上的赋权过程。当信仰能够赋予一个民族解决现实问题的力量和尊严时，它才真正具有生命力。我恰恰担忧这种密不可分可能带来的后果。资料中也很坦诚地提到了，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个项目会制造分裂，也就是 Zeda Pai Halakulish。 这种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当一个宗教诠释项目把民族复兴设定为它的核心目标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划定边界，划清我们和他们的界限。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谁来定义这个真正的维吾尔民族身份？用什么标准来定义？那些不完全认同这套新诠释的维吾尔同胞，他们又被置于何地？这会不会在社群内部制造新的裂痕？我认为这是赋权，而不是分裂。它提供的是一个凝聚人心的文化核心，一个精神家园，让大家找到共同的根。它不是要排斥任何人，而是要邀请所有人来参与构建一个更强大、更有自信的未来。
但历史上，当信仰从一种个人与神圣的纵向联系转变为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横向标志时，它往往会变得更具排他性。它可能会被用来区分我们和他们，区分纯粹的和不纯粹的。这与《古兰经》本身教导的超越族群的同阶与平等的普世精神，是否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追求民族复兴的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代价是信仰的窄化和社群的内部对立，那这个代价就太大了。今天的讨论确实凸显了一个核心张力。为了让《古兰经》成为维吾尔人民生活中鲜活的指引，而不是一本束之高阁的古籍，一部与其文化和现实语境紧密结合的诠释，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并非削弱其神圣性，而是为了让它普世的光芒能够真正照亮我们独特的民族道路，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同意，这个项目背后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真实且迫切的，但我们必须对其中蕴含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警惕。当构建民族认同成为诠释神圣经文的首要任务时，信仰本身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危险就真实存在。这最终可能导向的不是真正的精神解放，反而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上的孤立。最终，这份资料所揭示的，其实是在任何文化和时代背景下，人们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的挑战：如何理解和应用神圣的文本。的确如此，如何去平衡普世的真理与特殊的现实，如何让信仰的神圣性与社群的在地需求和谐共存，这没有简单的答案，是每个社群都必须持续面对和思考的深刻挑战。而今天的探讨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